年咧，我哋非常之特別啊，係計劃踏入15週年紀念。呢個計劃咧係旨在表揚堅持以客為先嘅本地企業，佢哋不斷改善流程、產品同埋服務，為顧客帶嚟超凡體驗，建立信心同埋忠誠度。今年一共係有78間企業獲嘉許嘅，當中接近一半咧係連續10年或以上獲獎，促進佢哋對貼心服務嘅長遠承擔。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之高興啦，可以再度參與呢一個頒獎典禮，咁啊為呢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表揚計劃啦，去送上祝福。咁啊，大家都可能知道啦，呢個表揚計劃啦係 GS1 自2011年開始啦，每年都舉辦嘅計劃嘅頒獎典禮。咁旨在啦就係鼓勵我哋嘅企業啦，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，並且啦就係做到剛才司儀所講嘅呢個以客為本，將以客為本呢個精神啦融入到佢哋個經營策略當中。咁相信在座各位朋友啦都會認同，一間企業啦，除咗去賺取利潤之外，如果佢哋都能夠得到消費者同埋社會嘅認同，咁呢間企業啦，相信對於佢哋日後嘅持續發展啦，係會帶嚟好大嘅裨益㗎。咁所以喺度啦，都恭喜一眾獲嘉許嘅企業，咁啊期待大家繼續喺現有嘅基礎上，去發揮你哋嘅優勢，為香港啦帶嚟正面嘅改變。咁當然喺度啦，亦都要感謝 GS1 啦。咁啊，透過呢個平台去啟發更多嘅商界朋友，去做好 CSR 同埋係好客之道呢方面嘅工作，助力推動香港嘅經濟發展同埋社會進步。咁喺度啦，特區政府係非常之期待同我哋 GS1 嘅朋友以及在座各位業界朋友並肩同行，繼續合作。咁啊，希望啦，我哋透過我哋共同努力啦，去推動香港向前邁進。咁啊，大家努力加油啦！